台语时间年月日以前以后昨日昨今仔日明仔载后日过去今仔未来总复习。以前总感觉时间过了真慢，到了今仔日才发现年月日其实一直豆豆向前行。昨日昨的代志感觉搁伫眼前，但明仔载后日煞又搁充满期待。回头看过去，甲即马的家己，这明白本一切拢伫咧改变，带着我走向以后的未来。另外分享搁持续在，多谢你的支持。